讲到这行政院长杜英泰无被副书在违法修正案，总统赖清德也该修订。那被立委今仔是正式宣布要来提案弹劾赖总统，搁再要求赖总统要到国会来说明。那这在野立委呢是邀请监察院弹劾杜英泰，杜英泰表示讲是用尽各种的救济方式，无被副书是上尾一步啊。赖清德下台。大法口号，国民党甲民进党立委19早起伫立法院议场门口召开记者会，宣布要正式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并且展开全国公听会。弹劾违宪总统，守护台湾民主。国民党、民进党立委批评赖总统和行政院长杜英泰对国会通过的法律案无爱复述、无爱公告、无爱执行，行为已经毁坏民主宪政，毋奈随启动全议委员会审查，警告要求被弹劾人赖清德到国会说明。总统可以借由不公布法律，使得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形同具文，我们的民主宪政即此崩坏。赖清德已经称帝，赖清德已经完全不在乎全国的民意，国会已经没有办法来监督这个总统。这个怪兽的总统，根据总统弹劾案流程，还有立法院全体立委1/2提议，2/3决议通过，结果送到宪法法庭审理。也若参与评议的大法官袂使伫10人以下，那大法官现有总额2/3同意，而且同意人数袂用伫9人以下，弹劾案的成立，被弹劾人面临解职。在野党所采取的这2项大动作，其实恰恰好足以证明，在宪法上，立法院是有手段。可以对行政院长和总统进行制衡的，这没有所谓行政滥权这件事。另外，伫国民党甲民进党立委合作之下，立法院司法委员会18通过加杜英泰而且监察院弹劾。不过，杜英泰19回击，使用尽各种救济方式，才不爱副书在违法。唯有暂时让他没有办法生效，所以不予附属，是现在穷尽各种救济方式当中。不得不的作为，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够回归到宪政秩序、理性讨论的。杜英泰讲，希望回归宪政特殊理性讨论，找到适合的解决方案。即阵知影要弹劾赖清德甲杜英泰，调野经客伫遐局面，恐惊意愿难解。记者综合报道。